趴喺度都可以收手臂？冇錯，仲可以改善寒背。你只需要一張 yoga mat，學習呢個簡單有效嘅 Pilates 動作。我哋開始，趴喺度，手搭手，我哋一額頭放喺手背上面。Pilates 着重 alignment， 我哋肢體嘅擺位要有正確嘅 alignment 先可以提高動作嘅果效。所以我哋依家學手嘅擺位。我哋慢慢手攞出嚟，將手掌心放喺膊頭同耳仔之間嘅位置。留意啦，太高同太低都唔可以。太高的話，膊頭會縮起；太低的話，你嘅背脊會過分夾緊。大原則，後頸同膊頭唔要有夾實嘅感覺。跟住學頭嘅擺位，繼續面向地下，但只有你嘅鼻尖緊緊浮喺脊嘅上面，避免突然間昂高頭，咁樣會令到你嘅後頸椎受壓。繼續保持後頸同膊頭空間，我哋嘅鼻尖向前，慢慢再向上掃，你會發覺你嘅鎖骨心口逐漸離開脊。喺呢度保持住觀察你嘅呼吸平穩順暢，觀察你嘅 lower back 下腰唔會有壓住痛嘅感覺。OK 嘅話，慢慢將手攞起，我哋掌心手踭都離開地下。我哋停喺呢度做幾個呼吸，鼻吸口呼。訓練上背同中背嘅肌肉，幫我哋改善寒背嘅姿勢，然後先至到手臂。分享兩個常見錯誤：第一，手攞起嘅時候太急太快，肩膊夾得太死實，令我哋嘅 scapula 肩胛骨冇足夠嘅活動空間，就唔能夠改善寒背啦。第二，我哋嘅視點應該停留喺一個至個半階磚嘅位置，亦即係我頂帽紅色嘅位置。當心口攞起咗嘅時候，視點一路維持住，不要突然昂高頭。我哋學習咗知識，必須要俾時間身體去認知同感受，先可以有效改掉壞習慣。OK 的話，我哋慢慢將手打開，好似打開對翼咁，然之後將手踭曲返埋嚟，再打開。喺呢個時候，留意住我哋身體軀幹同視點係咪同樣穩定，保持住呼吸，唔好閉氣，繼續鼻吸口呼。呢個時候下腰覺得唔舒服，即係發錯力。你錯用咗下腰嘅力量，將上身引上嚟，冇用到背肌。將打開嘅手收埋嚟，手掌心向住大髀。你必須要感覺到呼吸暢順，下腰冇壓力，先可以安全咁練手臂。錯誤示範手臂太用力，會縮起膊頭，令到上身縱向前。要時常保持住膊頭同耳仔一個健康嘅距離，可以幻想手指伸長，摸自己後腳腳踭。一齊吸啖氣，反掌，掌心向天，慢慢將手掌向天花板嘅方向揾，做一個 high five 嘅動作，上落上落上落。手臂放得越輕，你越能夠鍛煉你嘅 tricep 拜拜肉嘅位置。記得身體穩定，唔好錯。呢一個改善寒背收手臂嘅動作，20下為一組，每日做3至5組。Pilates 嘅動作就係咁簡單咁有效。如果想要額外指導，歡迎 join 我哋嘅 online class 一齊學習。另外，我仲有段片講解練背肌同 scapula 嘅關係，歡迎收睇。大家好，我係 Rachel，下次見。